怎么回事？你没事看马车干嘛？一克，快下车！哦，谁呀？入宫！背后，嘿！小心，这是什么妖？万法归西后怎么会有妖？抓紧，别掉下去！哦，天之光，地之光，抓好，别动了。空明真人好歹救过小白，请你留他一命。至于小白，就让他忘记一切吧。不对，是血腥味。这么多血，乔儿，乔儿，乔儿，鸳鸯木做的戒指。乔儿，这酒壶，小洞主，小洞主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巧儿呢？戴无忌把唐姑娘抓走了。来人，来人呐！是小洞主，快去请大夫。是。他们走了多久？巧儿受伤了吗？一盏茶，受伤了。受伤了。巧儿自小受一点伤，就会血流不止。派人去暗中围了飘香楼，并加派人手全城搜索。如发现唐巧强为戴无忌，立马回禀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将府内其余大夫都召集起来，随时候命。是。高瑶呢？一直没见到他，他去哪儿了？他说要帮你找蔷薇，就和之前第一批派出去的人一起去找人了。糟糕，高瑶有危险！你来了，东庭。你知道我会来，
自从离开白山百鬼封印的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。你的样子，只是暂时借用一下手下狼牙的身体。我把魂暂时放在这具身体里，而我自己的战神之躯，它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两位亮姐，能跟你们换点东西吗？哦，是谁？哦，雷波拉，你也是来应聘保洁阿姨的？哎耶！好耶！那我们现在来拍工作照哦。哎，别乱动哦，准备1、2、3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阿姨说的没错，小风果然很会照顾人。不管是颜色还是花纹，都无可挑剔，硬度适中，大小合适，还能翻身。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走，回去吧。干什么？别碰我！好戏就要上场了。说好了。我们回来啦！旺财找到了。旺财，那，旺财是我的。闪电球，旺财坏了，你赶紧修一下。旺财，旺财，少打！可恶啊！跑得还真快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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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boss， 那个我赶到他们基地时，已经只剩下空壳子了。真是饭桶！什么声音？回 boss， 老鼠阿姨。他们一定没走远，赶紧找到他们。对不起 boss， 我马上到附近找找。